大学分科测验明仔载考头一日，传出讲苗栗有一间私立高中，甲文组学生要考的历史科报做考生物，理组学生报做考历史，有23个考生受害。学校早起嘛公开会室咧，办公大考中心看敢有法度来做调整。也毋过教育部佮大考中心是拢强调讲，为着公平一切依照规定来办理。大学分科测验就要开始，这关系考生升学。不过，苗栗一间私立高中所发生学校集体报唔到学生分科测验，这互家长是真着急。那其实这是大人的疏失，不应该是由小孩子来承担这件事情。这错误，互要考历史科的文组生爱考生物，要考生物的理组生全部爱考历史。分科测验就要开始，学生读3年册，考前3日才被告知报考唔到科目。他们原本准备了很久，结果发现没办法考他们擅长的那一科，每个人都睡不着。有些人就是读一整个学期，就是为了考那一科。学生烦恼权益受影响，只好去考试。学校也说明表示，行政人员伫6月初5到17为学生集体报名，不过23个考生发生错误，这个月初8才有考生发现向学校反映。学校回应，行政人员是因为沿用去年旧的计式，才致使发生这个错误。是把去年的资料先叫出来整理好，然后贴到新表单去，所以没有发现新表单的科目顺序跟旧表单的科目顺序是不一样的。学校表示，作业所涉完全是学校的责任，也愿意接受相关的处罚，加负责到底。也希望大考中心能有调整的机会。教育部表示，7月确实接到学校汇报，不过进前有几个时间点因确认，所以无接到反应，所以无法度改。所以其中有好几个确认的这个检查点哈，所以这个地方发生这样的疏失哈，我想教部这边也是觉得很可惜啦哈，但是事实上这个确认点都是要避免这样子疏失的这个发生。大考中心也发新闻稿表示，学生的作汇表、名册、试卷等拢已经准备好啊，也陆续送到每一个考区。这时阵做任何变动，拢影响公平性，所以考虑考试公平性无法度改变。教育部后续也会向学校了解状况，必要时阵会追究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